创新才会当抢到商机，这是无人商店的发展趋势，却嘛是有100年历史的士林夜市所拄到的挑战。士林夜市是台湾上有观光指标性的夜市，以往人潮是公馆，是真侪来台湾的外国客一定爱去的所在。也毋过自从疫情爆发以来，大量的外国观光客未当入来台湾，士林夜市的来客量落甲剩2成。大批的摊商甲店家生意是愈来愈歹，已经有300间的业者撤出，或者是来停业，而且有100多间的店面要来出租。留落来的人是继续来硬冻，要冻过寒冬。在地摊商反省着原因，过去有部分不肖的业者优待介绍，甲观光客讲歹仔，意思品质来降价，这拢互民众对士林夜市感觉失望。如今因来拼转型，发展着友善的店家，努力来做出着改变，是毋是会当甲消费者搁甲靠倒来咧？士林夜市的困境甲形势，咱做伙来看。里面请坐啊。减少观光客这一块，就是造成我们实体店面的业绩很明显就是掉下来。真的无可爱，很多人啊期待的看看会不会恢复，甚至赔钱还在硬撑。希望回到以前那种繁华、那种龙景。专属台湾人的夜生活，夜市内底人潮滚滚闹热气场，这是以往的台北市士林夜市。疫情的冲击，外国的观光客无法度入来，生意惨淡。拜五尾暗暝人潮哩哩落落，甲以前差真多。这是2020年的士林夜市，一幕的街景映照出这个有100年历史、台湾上有观光指标性的夜市啊，无限的哀愁。经过这疫情，真的是你真的重重摔了一跤，我真的是那么认为。那我记得最清楚，1月25，生意就这样雪崩式下滑，很感慨，真的今日非昔比啊！怎么这个士林夜市变黑暗了？都没有人，从小到大没有看过这种情形。现在这里是大东路，是士林夜市商圈的主要区域之一。周五傍晚5点多，摊商说，以往这个时候早就涌进许多人潮，现在相较之下明显有落差。客人少了，不止店家跟摊商，整个商圈力拼自救是当务之急。士林夜市也爆发着倒店潮，整个上宽，本地店家甲摊商有2700外坎，即卖剩2400外坎，高达300外坎的业者经袂牢，纷纷退出，或者是停业。10年前的时候，差不多2、3点要准备摊位了。你看，现在已经5、6点，店家都还没开，这夜市都已经变成这样子，都变了样。我摊位到这边的时候，旁边这个巷子做个仓库，然后把摊位把它推过去，这样开始摆设。仓库也可能不会再租了。对，不会再租了，因为现在这边的仓库几乎都在转到早市。伊是48岁陈碧彤，伫士林夜市摆摊卖7头米啊，卖10档咯。2020年疫情爆发，大家的营业额为3000外块降到几百块，要饲一家3口实在真歹卫生。到月开始转去做外送员，挣扎了快半年之后才是跑外送，无可爱，真的无可爱。很多人啊期待就是说看看会不会恢复，很多店家都是甚至赔钱还在硬撑。我是没办法的，已经这今年度已经这样子了，所以没办法再撑下去。有人选择离开，有人是继续硬要度过寒冬。即摆生理足歹啊，减2/3啊。较早SARS到有2个月就解决了，啊，即摆直直住喺限久啊，拢无观光客啊，真歹做啊。药膳味伫街头巷尾团芳，70岁陈文华伫士林夜市卖药店排骨已经30多档，是出名的老店。过去食饭的尖峰时间，规间店是坐满着900人。对照即摆的生意，无奈阁感慨。昨天店你演吗？
嘿啦，这做的啦，伊个人足好的啊，厝多搁减4、5万了啊。啊，即摆那一个月偌济？10通万啊，10到10万左右啊。要安怎人知？做啊袂做了，莫做收起来安尼尔。夜市啊，上款甲放过去，店面大满招租的故事，以前毋捌安尼，什么时阵才会当恢复好光景呢？租金是6万5，我觉得有点贵。士林夜市啊，上款大约900间的店面，即马有将近90间要租人。无了大量的观光客，都参开业20多档的连锁咖啡店，拢关起来，震撼业界。空店率上悬的是文林路这段。过去黄金的店面租金高达20-30万，啊，基河路店租一间嘛要10多万。虽然有一寡厝头家调降租金，但是愿意出手来租的也是少数。店家撤出，有的房东开始降价求租。根据统计，士林夜市4月的平均每平租金是5717元，而11月呢是跌到了5241元，跌幅约8%。高峰的时候是在今年的2月至5月，空店面最多的时候是120几家，现在是80几家。每当夕阳西下，夜晚来临时，士林成了灯火通明、人潮汹涌的购物逛街圣地了。士林夜市为1909年设立士林市场，一直发展到今。原为以市场古迹士林公有市场为中心，了后扩大到外围的店家，将做即摆的士林夜市上款。全盛时期2008年，政府开放中国客来台湾旅游了后，每天至少引入5000名的中国客，加上外国的观光客甲国内的消费者，平日的人潮大约5万人，假日的人潮更加超过10万人。如今的来客量达到剩2成，出名国际士林夜市，为什么会行到今仔日萧条的局面呢？士林夜市水果怎么卖？北市府市场处带队要查个清楚。半斤是150公克。你确定？一台斤几公克？300啊。部分不肖的业者有待介绍，欺骗观光客消费纠纷，当上形象，失去个人的信任。来客量多了，摊商店家追求换倒乱，品质甲以前袂比例。商品复制嘛失去掉在地特色，留下贵个歹势印象。负面新闻特别多啦，那对我们比较安分的店家就会有差，因为大家的评语不好，就不会来士林。你标价清楚，客人他看了以后，他顶多会说，他喜不喜欢，他会决定啊。你标示不清，这一定有问题在里面。事不关己，己不操心啊！但是我现在觉得说，其实报的是士林，我也是士林一份子，我觉得这也是跟我有关系的。当年外口观光客同款的形象模式，士林夜市早就拄着难关，加上近年来中国游客来台湾的人数大减，疫情更加是将这致命伤。观光客多的时候，你今天晚上报负面新闻，隔天还是整条街都是观光客。会不会觉得，其实大家那时候就应该要有一些危机意识？是应该啦，可是就是说那时候大家生意还不错的时候，不会想到这些问题。所以说这些缺点我们都要改回来，口味啦、品质啦、卫生啦、服务态度也要好。夜市本来它就是一种集市的概念，它就是一种生活形态，我们讲 lifestyle。所以台湾观光在推这种 lifestyle 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希望让国际观光客可以来看夜市这样的一个体验。那相对的，对国人来讲，他就会慢慢的去疏离这种跟观光客比较近距离的，他就会走到是属于他真正自己生活的。就惊店面一直收，在地业者开始反省，要安怎自救是关键的一步。安尼落啊，放在遮。62岁施金良原本伫士林夜市摆摊卖现切的水果，生意剩1、2成，伊收掉水果摊，改卖姜母鸭。你好。业者单回连甲厝内底人本地卖婆婆妈妈的衫裤，即卖改卖甜品。改变一个方式做啦，改变像我也是自救啊，没办法啊，没有路要找路啊，卖当季的东西啊。我们算本地商家，不是说外来租店的。那我们就是说，我们尽量用我们的最好的品质，而且我们现在也都价钱上面标示得非常清楚。伫士林夜市经营50年的老牌小吃店，
主打的商品是蚵仔煎、米粉叉。因积极来办促销的活动，开放电子支付，甲外送平台合作，走向数位化，希望会当找回人流。嘛知影讲，只有团结、双款共赢，才当互转到其他夜市的消费者来回头。我是觉得希望回到以前那种繁华、那种龙井。我自己会本身觉得是很难呐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至少要去改变，要去做。我们曾经做过调查，100个观光客来到台湾，有72个一定会到夜市，所以它已经具备有一个最基础的叫人流这样的一个概念。我想这个是它一个极大的优势。好，第二个交通方便绝对不用说，这些优势它如何去加上，包括创新啊，包括品质，甚至你要去塑造出你的明星商品。士林夜市有先天的优势，爱找回本地消费者，改善负面形象是第一要务。台北市政府嘛介入辅导。我们有专业课程的，包含如何异化训练，有包含做行销的这个课程的安排，也有对于整个夜市它环境、秩序怎么去做处理的课程安排。那另外也透过一些行销活动开始导入。士林北投学生的人数10万以上，都是住在附近，应该是可以成为说我们夜市的主要客群。那我们要划设一些街头艺人表演区，可以请各大学的社团来这里表演。士林周围爱先带动人流，才阁创造价值，更加爱找回到专属士林传统夜市的特色。我们也跟他们这些协会在合作，他们会有一些换装，包含他们的服装，包含他们的店招，都会整个做改变。我们现在开始启动，我相信1年内至少就可以把它形象做改变。比如说现在很夯的智慧产权经济 IP 经济 ，IP 经济在我们观光来讲，就是像这种吉祥物啦或代言人，你像最近那个《鬼灭之刃》，你看红成这副德性了，可以去透过一些话题性来去做操作。那这时候你可以带动的不只是年轻人哦，有时候你的客群就开始会慢慢的扩大。夜市愈来愈美丽，是台湾人生活素养。美食互人想象，在地文化互人停下脚步。在世界之疫的打击下，士林夜市面临衰败，同时嘛带来省思。这场生存之战，是不是会当突破甲转型，恢复100年辉煌的好光景，是关键的课题。